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港界我下面詹伟民选举就剩3天了，拜六这天就是2020总统立委大对决的关键日子啦吼。这政党拢在争取着少年人的这个支持者，因为过去咱讲少年人投票率真正有够低啦吼。不过这回咧2020大对决总统选举人数，这个有1931万人哦，比顶回是增加着52.8万。啊，20岁到29岁啊，这中间哦有差不多哇，这个312万人啊。另外咱讲着30岁到39岁，这个是差不多355万人啦吼。啊，是不是因为来投票就是关键？这回哦，这个选举的上大这个关键啦吼。咱讲啊，这个少年人对3位候选人的这个看法，也是讲政党区域立委也是不分区立委，因要义的代志是啥物？透过今日台湾新闻界，咱就要做伙来对话。今日台湾新闻界台湾大代志，特别来邀请大家做伙来讨论哦。那第一位咱邀请到咱台湾学生联合会理事长陈佑维。大家好，我是台湾学生联合会理事长陈佑维。第二位咱邀请到对话前沿派创办人李品文。大家好，我是对话前沿派的创办人李品文。第三位咱邀请到降低投票年龄运动联盟发起人叶大华。大家好。第四位咱邀请到伫台湾读册香港学生何永彤，永彤你好。你好。是哦，咱先要来邀请咱的佑维啦吼，你合做某人叫你高雄是啦吼，就是讲你是做着这个台湾学生联合会这个理事长啦吼，进前伫咧这个邀请3位这个总统候选人吼来去做这个对话啦吼，你嘛有甲因讲啊，可能这个少年人要义的这个代志是啥物？因为咱讲这回投票可能是少年人这代啦吼，20岁。甲这个40岁中间啦吼，啊，个20岁甲29岁啊，30岁甲39岁，这两个区间啦吼是上重要这个关键啦吼。对少年来讲，恁上要义的所在是啥物咧？是伫去年的这12月初的时阵，咱办一个3场的这论坛，就是讲蔡英文总统甲韩国瑜总统候选人甲宋楚瑜总统候选人分别来做一个这个论坛安尼。啊，迄当阵是由这台湾青年民主协会主办，啊由台湾学生联合会卧槽以及甲也个iVoter 这4个单位来做合作来办这论坛安尼。啊，这中间内底就是咱作为学生的代表，咱提出三个问题，对着蔡英文总统，咱是提出一个最低工资法的这修法这个问题安尼。因为过去这个蔡总统上任之前就讲要修这个法啦吼，但是这个法这个部分也无这个部分。是自2016年时阵，就是伊就有承诺讲要来做这最低工资法的修法。但是后来到事实上，咱看到即摆2020，其实这最低工资法即摆也是无送入去国会内底啦。无立法啦吼，就是讲虽然这个当年这个工资有咧做调整，但是这个立法的这部分也欠一第二只啦吼，所以恁要义这个可能是少年人要投入去这个做工课的时阵，这个工资的这个问题啦吼。啊，另外问到韩国有啥物问题？问到韩国的问题是这关于转型正义的部分。转型正义的部分。嘿是啊，伫这回答内底就是韩国瑜总统候选人，伊就看伊的稿念一寡台词啊，伊上重要伊就是强调一个叫做功过并存，就是讲过去这个威权这个部分啦吼，有伊好的这个所在，嘛有伊这个歹的所在，拢甲写做伙啦。安尼是有讲还是无讲？等于讲无讲啦，因为即马其实咱看到促转会足辛苦咧，做一寡工课咧，对于这东山也是讲，就是一寡档案的公开，其实也阁有足大的努力的空间。是。啊，咱问宋楚瑜有啥问题？是问到宋楚瑜候选人的是对于这叫做高等教育的这个问题安尼。是。然后咱知影即马伫少子女化的这状况情况之下，是这其实高等教育这市场愈来愈少啦，愈来愈细安尼。那
刷落来这4档也是未来的10档，咱如何去面对就是高等教育这状况？是，所以这个3个候选人拢有无共款的问题吼。所以少年人可能要的代志有这个要投入去做工课啊吼，工资的问题啦吼，啊，还有对过去对这个威权政府吼，这个转型正义的这个问题，嘛有讲咯，高等教育这个学生时代吼，高等教育安怎来转型吼，国家更较好啦吼。啊，咱讲到这个可能是少年人这回哦。可能会关注这个问题。咱先带大家来看讲，其实3个这个总统候选人啊，其实嘛咧拼行程拼真深啦吼，就是讲，但是咧拼行程的时阵，有咧听到这个少年人的心声无啦吼。啊，因为最近咱讲吼，这个抹黑嘛有啦，抹黄嘛有啦吼，抹红嘛有啦，拢总有。但是这到底是毋是一种化口号这个形式咧吼，都是爱互这个选民朋友家去做参考啦。但是咱要先带大家来看讲，这个3位总统候选人哦，因这个行程到底是啥物啦吼，尤其咱看到今仔蔡英文总统啊吼，嘛咧走行程的时阵有讲到，这个韩国瑜批评伊是毋那是这个三军的这个总司令吼，嘛是盟军的这个顶头专门伫咧生言造语啦吼，照刀杀人的这个盟军总司令啦吼。蔡英文是讲咧选举毋通这个甲这个军队的代志，搁摕来做文章，咱军生笑安尼来看待啦，咱先做回来看。小一。总统蔡英文专台车队扫街来到园林，伊强调中部是上关键的政区，所以一定会用尽所有的气力来争取中部选民的支持。伊嘛再次呼吁，希望民众在咧1月11号投票当天会使登去投票。有关投票率，面对对手韩国瑜讲伊是4军的总司令，蔡英文认为袂使客国军来讲生笑。不要把这个国军的事情拿来随便做文章开玩笑，这是不好的了哈。那我也了解，韩国瑜市长老是说我是这个网军的头吧哈，这个我要在这里讲，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啊。那网络上确实有很多年轻人支持我啊，但是我做的不对、做的不好的时候，他们也批评我啊，把他们说成是网军，这是不公平的事情。蔡英文表示，国民党一直甲伫咧网络发言的民众，拢讲这是网军，相当的无公平。国民党家己所承认的网军，也可有中国的网军。韩国瑜从来就拢无评论，无应该有两套的标准。蔡英文嘛认为，韩国瑜用看骹腿来比喻是真奇怪的讲法，应该要家己好好检讨伫咧放牛班的各样事情。这个是很奇怪的讲法了哈，但是如果用他的逻辑的话哦。那他现在的高雄市政确实是在放牛班了哈，所以他应该要想想看，他面对这个高雄市政是放牛班，他用他的逻辑应该要好好的想一下吧。选前上尾一个礼拜，韩国瑜电影密集投放电视广告。蔡英文嘛认为，这甲韩国瑜一直咧营造的所谓形象无共款，重点应该提出更加侪证件来说服民众，毋是干那只有选举的口号。记者张华综合报道。其实咱昨晚有讨论着讲哦，这个。韩国瑜提这个国军来批评哦，就是亲像这个过去咱冲刷掉哈，国军无冲量安尼这个讲法啦吼，啊伊这回佫甲这个盟军哦加伫蔡英文头顶吼，讲伊是这个第4军啦吼，啊所以伊讲蔡英文的讲法是讲网络顶真正是有这个真侪少年的支持，但是做了无好时阵，伊嘛是会甲批评啦吼。等于伫咧网络这个操作这个部分，伊讲少年人即地拢是支持蔡英文的，韩国瑜甲伊封做这个网络这个军司令啦吼，评论你安尼看啦。其实阮咧做的代志，就是要去甲共阮的即个网络的世界去甲拍破。拍破是。因为阮发现讲，旧年的选举，真侪少年人伫咧网络顶权咧讨论，咧足欢喜的讲阮支持的人一定会当选，也是阮支持的人会真好。毋过因可能都伫一个共阮的所在去讨论即款代志，无去看到。无共立场、无共想法的人咧想啥物，是。所以，阮咧做即个对话前沿派要做的代志，就是教搁较侪少年的朋友安怎较稳想的，较莫遐尔歹去甲人教示，也是去考试讲你甲我无共立场，阮就袂使讨论，袂使交流。所以，阮办一个活动去互人练习，讲要安怎甲无共立场的人会使讲话，会咱好好讨论讲，阮的立场无共，毋过阮拢是为着台湾好，阮做的代志拢是会使坐落来好好讲的。伫咧即个办即个讲座，还是讲即个活动的过程，敢有即个就是较无共立场的人会坐伫现场，就冤起来。
无遐尔啊，嘿，阮起来场面发生啦。啊，毋过真趣味的是，阮来参加阮的活动的人有位10几岁的高中生，甲50几岁退休的老师拢有。有足侪背景啊，因的背景拢非常的无共款，想法嘛无共款的情形下，伫阮的活动内底，因会使就自然去讲因的想法啦呢。去讨论嘿，因袂惊讲因为玩起来就拍感情。是。所以阮互因有一个平台，会当好好讨论议题，讨论无共款的想法。这个对话，这个空间真正是真必要的吼。咱要来个带大家来看讲哦，其实这个韩国瑜这个阵营吼。这回嘛有来讲到这个姐吼，这个可能是绿营这个部分，这个抹黑啦，还是讲这个白贼啦吼，啊，进前嘛有伫这个网络顶哦公开来找到这个108焦吼，这个可能较这个奥部的这个部署啦吼，咱先来看讲今仔韩阵营是安怎讲的。准备真侪帮啊，韩办发言人王成秋开记者会，提出证据，背会助理代表谢中廷。进行讲韩国瑜因某李家芬甲尤惠如斗阵看球赛，暗示两个人交情真好的讲法是公然讲白贼，嘛批评新闻化基金会希望军操作议题，抹黑韩国瑜。批评己方的新闻要把它拉出来，然后在下面护航；如果是对手的，则加强攻击力道。他们用 FB 跟 Line 买很多的账号来做这些攻击。这些攻击是包括了是帮自己的人护航之外，要攻击对手。韩办下一个行动会对谢中廷正式提告，意图互人袂当选，嘛呛声袂提告，嘛针对有平民周刊报道韩国瑜一个会仔不想要申请移民加拿大，韩办表示无关话题袂阁回应，则会降低发言的含金量。那么其他所有无关总统候选人参选资格的问题，都只是满足大家在快炒店、快炒摊、八卦、开心娱乐的话题。那这样的话题呢，我们认为我们的发言人团队呢，没有意愿，也不屑去回应。韩国瑜初八原定有会议，无公开行程，后来改变行程，表示来参加记者会，啊，不过又个取消出席。王成秋回应是另外有行程安排。韩国瑜下晡会接受媒体访问，嘛呼吁选前最后时间，支持者会当站出来。出席初九，国民党凯达格兰大道800万民众站出来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咱讲到这个1月11日，就是咱决战的这个时间啦吼，所以这个后尾这个3天吼，拢是真关键这个部分。尤其咱看到是，无论是徛这个街头啊、扫街啊，还是讲开记者会吼，拢是要争取到这个选民这个支持。但是咱头段嘛回归头讲，这个少年的要义可能是这个工资的问题、未来这个问题啦吼。啊，尤其还有这个评论因咧做的，就是要拍破这个港运战吼。啊，咱嘛知影过去咱这个台华这个发起人吼，有咧发起这个降低这个投票年龄吼。其实侪人拢是对少年这辈特别开始来关心到这个政治的这个公共的这个参与啦吼，尤其是选票这方面，会当来降低这个户定啦吼，这个18岁这个部分。但是咱看即阵嘛是有拄着侪困难啦吼，就是讲无论是这个修法顶，还是讲民众的这个对话，可能也有这个争差伫啦吼。上困难的所在是伫倒位咧？我想要降低这个投票年龄吼，伊是因为伊定伫这个宪法内面，吼，宪法的130条，所以你要当这个宪法要去修宪，吼，啊修宪这个代志，吼，其实阮伫2015年的时阵已经发起过一届，吼，伫立法院已经有组成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修宪委员会，吼啊，已经嘛讲好要敲好，讲要从这个18岁的这个投票年龄，哦，这个来做这个修宪公投的议题。但是迄当中就是去国民党去甲伊这个要来绑的这个绑票，就是这个所谓选罢法的这个不在籍投票嘛。是。啊，所以就破局了啊，所以迄个时阵真可惜，就无咱伫2016年的时阵，原本每一个人除了选总统吼，甲政党票之外，吼，个立委以外嘛有一张票是要来投，讲是毋是来支持降低投票年龄。那所以其实这个真痛困难吼，这个问题是伫咱的这个修宪的这个法律
伊的门槛伤悬。另外一个真根本的问题是，咱的这个台湾这个社会环境，咱的政治的环境，还是咱的教育的环境，其实咱是无信任咱的少年人。大部分做这个运动已经推差不多要15年啊吼。拄着上大的这个挑战是，咱有这个真严重的无信任咱少年人吼，因为心智是不是成熟，会当去投票。所以这个年龄的这个歧视吼是非常严重。所以对2005年的时阵，阮伫透过雅虎的民调，迄当阵是90%的人是完全反对。讲要降低投票年龄，后来还是网络的民调。15年了后，阮经过足侪届模拟投票，也是阮的这做的这民间的调查，也是政府官方的调查，其实差不多5%破。这个真重要问题是因为世界各国的这个投票年龄一直在下降，下降真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看到咱的人口年龄结构愈来愈老化、高龄化，所以每一个国家嘛对这个现象感觉到非常的烦恼，因为你若太侪拢是老大人去决定咱少年人的未来，咱的囡仔阁生较少，是真侪这个政策，也是讲你投票要选出来的这个政治代理人，因真少会去考虑到后一代伊的这个健全的发展的环境，所以少年人你看即马咱看到讲18岁到20岁，即马加出来就是52要将近53万人，这个第一摆投票的这个首投族，这50几万人，你若下降了后，当然你会讲伊的这个影响的这个比率无悬，但是有真重要的作用就是讲，咱的这个政党，伊就要开始去关心。比如讲，咱看我前几工收到这个投票单。投票的这个通知单，我就去研究一下。每一个政党、每一个区，也是原住民，也是山地，也是平地，也是这个政党的不分区，因所提出来政见有啥物？我都看到大部分一半以上，拢无啥物具体的政见。有的政见就是去批评对方的政策，讲我若选我就不甲头前这4年所做的这个改革也反改革。那我想讲，我若少年人，我会感觉足 confused。我无看到真正的牛吧，无为咱后一代所想的较好的政见来投票，结果你看拢是对立、仇恨。那你讲即马即个当阮的即个当下的即个对赖群组嘛好，网络的网军嘛好，其实即个问题你看到即个真正式的即个投票单，你就看到讲，连遮尔正式的投票单，即个参选人伊是毋是真正为着人民国家的未来来规划，提出真正好的政见。所以阮在做的代志讲选民教育，其实阮这几年拢一直在努力在做，譬如讲。我嘛甲即个大学联咱伫12月初有即个模拟投票，对，青少年大专生啊，高中即个模拟投票。另外，我嘛入去校园，阮甲教育部讲，咱的公投的年龄已经下降到18岁，你应该爱去做选民的教育。选民教育伫国外做的真简单的一个代志是啥？就是你着爱做投票指南。投票指南就教咱的这个囡仔，就讲咱的少年人，你即马虽然无投票权，但是你会当去学习讲，你安怎看这个投票单。投票要注意什么代志？譬如讲，即摆看过网络足侪人咧催票，拢叫大家去投票。但是我嘛看到讲，袂歹有一寡少年人的网红，伊会教大家讲投票安怎叫有效票，要盖在哪里？安怎去投票？爱注意一寡即违法的行为。重要就讲，伊会呼吁大家讲来投票要理性的思考，毋是讲你跟一下的人讲的话，你拢无去查考，无去辨别讲到底讲的真啊假，就人甲你讲，你也无去研究，结果你乱投一通，结果你害着家己的未来嘛。对家己的选票爱负责。对，所以这过程中间真重要就是真重要的这个选民的教育。所以这就是咱的教育当局，咱的教育部门应该思考讲，政治介入校园这个代志，伊就是即马咱所要去思考的。政治入去校园，甲介入校园，这是两无同款的思考。咱每一个人要知影做一个公民，你就是透过每一届的这个投票行为中间，去
理性的分析，是理性的对话，安尼你会将互咱的国家的这选民会当变做理性的公民，才袂讲互又在这的假新闻啊，这的这仇恨对立的这讯息，拖咧玲珑西。有影，咱继续先来带大家先来看讲哦，这个亲民党这个部分啊，这个宋楚瑜咧，伊是5度5关要挑战这个总统的这部分。头拄咱嘛讲到，这个2000年啦吼，迄年这个20岁，这个头一摆投票的人，这回已经40岁啦吼，所以迄当阵，这个咱讲头一摆投票，这嘛是真趣味一件代志。但是伊过去吼，就是讲选伫这个中部选了较无好啦，所以这回是今仔日啦吼，伫中部搁再徛起，咱先做来看。选前最后时刻，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登过头一次车队扫街拜票，连续2天选伫中部。宋楚瑜唱讲中台湾的支持，表示当初是为遮搬落去，嘛要为遮重新徛起来，搁较要换回民众对着老新党的记忆。伊讲到最近前总统马英九积极在互选，宋楚瑜炮火全开。马英九，你应该公开的向大家说，贱卖3中的钱到底到哪里去了？把这些国民的党产都送到哪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为什么国民党发不出薪水，但是买办荷包里面满满的？宋楚瑜批评真侪国民党的政治人物，拢是两块买办改战，见到对方的官员就压甲真低，搁我批评马前总统，连个贱卖3中之外，嘛要将党产的问题讲个清楚。随后讲到年金改革，要拿伫好法来检讨，嘛要把年金改革的钱找到转来。不是没有钱啊，国民党过去把国产变成党产，党产变成私产的钱，把它找回来。那不就是这些年金改革的钱都有了吗？把民进党贪腐的这钱找回来，我们年金改革的钱不是都有了吗？宋楚瑜表示，跟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分头来揪政党票的声势，未来伫国会买来合作，强调家己只有做4年，要来打破哪里对决的态势，而批咱打力的炮火真猛，像讲1000个千人的支持甲认同。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所以3个这个候选人的这行程真正是这个满啦吼。继续咱要来请教咱的这个伫台湾读册这个香港学生啦吼，要来比较就讲咱台湾这个选举甲这个香港的选举这个无共款。另外咧，伊嘛有做一寡这个观察啦吼，就是讲这回因为这个反送中这个议题吼，有人咧操作着讲可能民进党啦吼，用着这个反送中这个议题伫遮加分真济啦吼用同的看法是啥？我们要先请教你，就是说，民进党在这一次有很多的这个影片了哈，有一支是跟香港做对照的这个影片，你觉得拍的怎么样？或者是他是在消费这个香港人的这个情绪？那这影片其实真的拍得非常好，我们其实很多香港的朋友看了之后，其实都非常的感动，甚至已经是有很多个朋友跟我说，已经看到这个影片看到哭了。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非常感谢台湾一直在后面对香港的支持或者声援。有人说台湾这一次是不是在消费香港？我觉得某程度上是，可是我觉得大部分抗争的香港人其实不介意这个事情，而且倒不如说，请民进党可以用香港这一张牌，请你把这一张牌用得最大，请你把香港这个鲜血真的要换成确确实实的选票。我们也知道这一次香港和台湾的事件，其实香港某程度上是在帮台湾挡着中国的剑。那如果这一次台湾守不住的话，香港的处境只会更加的困难。同时，我们也是一点点的私心。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在香港抗争结束之后可以逃难的地方，我们也很希望那是可以让我们继续抗争，或者是跟我们文化、跟我们各种理念都非常相似的台湾。但是你提到2个层面的问题了哈，就是说台湾已经要变成另外一个 harbor 了，这样就是一个避难的港口，对，也是有点怎么讲心酸，对，但是台湾要怎么做？首先我会希望就是关于港澳条例的一些细节可以定得更加的明确。如果我现在说就是台湾有这个难民法的争议，是难民法并不能适用于香港人，基于中华民国的宪法，香港其实并不是在国外的范围。可是，在港澳条例里面，它的第18条是表明可以对于香港需要经济庇护的人提供必要的协助。可是目前这个条文的细节或者是要哪里申请，我们都不太清楚。那如果在
不现实的情况下，我们当然是希望台湾未来的执政党会可以针对这个条文做出完善的修补，然后另外也就是这个反渗透法可以有更加全面的一些细节的定定。对我们来说，台湾除了要帮助香港人之外，就是用这个抗中来协助香港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像美国的民主人权法案，其实就是对香港人的一个非常大的鼓舞，而且同时它也是可以防止美国被中国更加的渗透。可这次在反送中事件有迫害到香港人权的人，像是林郑月娥或者是各类的香港警察，如果台湾能像美国一样对他们做出一些签证或者经济上的制裁，不单只是香港人是个鼓舞，对台湾本身也是一个好事。就是咱头仔听到这个英党讲到了吼，这个讲香港、澳门这个条例啦吼，爱较紧的来去修这个法啦吼。另外就是针对着这个反渗透案这个部分吼，这个抗中这个部分，台湾真正是爱做到这个上大的这个庇护的这个部分啦吼。咱等下过来请教英党的这个部分，咱先来看讲吼，这个2016年啦吼，各年龄层的这个投票率啦吼，咱。过去讲，这个投票率，这个少年的这地真正是较欠缺啦吼。咱来看讲第一张咱所做的这个图啦吼，咱看到这个2016年哦，迄当阵20岁人吼，这个是有查甫甲查某的这个比例啦吼。咱看到查甫的这个部分吼是差不多60%，这个65%是这个查某的。但是这个年龄哦，20岁甲40岁，你这个生大汉的时阵吼，这个可能投票这个意愿就更较少啊吼。所以这个头一摆投票可能有这个。青笑啦，新鲜感啦，尾也就是拿来拿降价。但是咱看到这个部分哦，是60岁到80岁，有要80%这尔侪人吼。头拄这个大华这个理事长吼，伊嘛有讲到，就是讲，敢讲一定是这个年龄层决定这个台湾的这个未来，是中华民国这个未来，就是大家去思考。咱继续要来带大家看讲吼，这个2020年台湾各年龄层的这投票人数，咱头拄讲到，这回嘛是有这个1900多人要做这个选票。投票人数有52万人，是比顶回搁较侪啦吼。但是咱看到这各年龄层吼，代表的这个意义是啥物？咱看到20岁到29岁哦，这个差不多是排第4名吼。第1名是40岁到49岁，这地有374万，这个3492这个人啦吼。50岁至59岁是第2个这个部分哦，363万。看到第3名是30岁到39岁哦。有差不多354万这个左右，第4名就是20岁到29岁啦吼，是311万啦吼。不过咱头拄讲到60岁到这个80岁是这个投票率有差不多要8成吼，所以8成，若是讲这咱这个少年的这地吼支持度无高，这因的票数甲因的这个投票的这个趴数吼，这个乘上去吼是会超过这个少年这地，所以咱讲。关键就是讲这回这个少年的投票率到底是偌济啦吼，所以咱要来先请教咱的这个高雄右卫啦吼，安怎看这回少年人这个登去投票的意愿？我嘛知影你有做一寡这个返乡这个百数啦吼，要登去投票。伫 Flying V 头顶有这个差不多288万的这个资金吼，来有几台车？即马总共是超780台，780台哦，差不多是。总共有5000多人坐咱的车登去投票。是，所以你感觉这个意愿上，少年人要登去投票的，有济也无济？济，即道的话就是讲，即摆大家考试考了，先早登去放寒假呢。但是顶帮2018年的时阵，当阵11月24号是拄好拄着咱的期中考试，安尼足侪人因为考试的关系，无法度坐车登去投票。搁拄着我安尼讲啊，就是顶帮咱嘛是用这募资平台，Flying V 来做这群众募资。迄当阵99万超1个月才拄好满。哦，这回真紧嘛。但即到第一天25点钟内底，就摕到超过99万。哦，嘿，一天就满这募资。是，所以这大家这投票的这意愿是足明显有差别的。是，所以伫即地来看到少年这年龄层上远要发到倒位去，嘛听讲有这个要。可能机要坐到金门去的拢有。对，拢有，因为这道的资金实在是因为大家就
就热心的，所以咱后来就有加开一寡包括就是比如讲你的学校离火车头较远的，比如讲30分钟的车程的，咱会家己发的规工的这接驳车，还有有就是平湖甲金门。拢有一寡八零机的做位啥，所以是安怎即回少年的遐愿意要等于投票？是我感觉是2个原因啦。第一个就是去年2018年的时阵，迄个投票出来这个结果，实在是大家无法度接受，大家非常紧张，非常焦虑，意识到咱若是唔去投票，咱刷落来要承担的这责任以及对，更较济。因为咱即摆超20岁、30岁一辈人，咱的平均年龄是到79岁、80岁。刷落来这50档内底，咱爱承担所有的这政策的、政治人物的、政党的做出来这所有的结果。是，咱打遮济啊，但是咱无去投票，也是咱的人数较济、较少。是。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啦，就是2018年以来的这焦虑感。第二个其实就是最明显就是香港的反送中的议题是。当咱这辈人看到甲咱差不多年纪，同款背景的学生，伫街头咧抗争，咧流汗咧流血。咱作为大学生，咱作为就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学生。有投票权的学生，其实是咱会去思考，家己到底爱徛伫什么款的定位来看待这个国家的发展。所以少年人真正有想到，这个你的一票就是决定你的未来，然后所以咱要来看讲哦，真侪咱这个上大党啊，这3党啦吼，其实对着这个少年票者哦真要义啦吼，所以嘛伫这个网络顶啊，还是讲有真侪这个网唱来甲咧做合作啦哈，嘛是讲有这个党内这个家己的这个同志哦，嘛吹着因这个少年票的这个部分，咱先做伙来看。国民党青年部推出青年投票广告，以头一届投总统票的族群提出的政治观点，替国民党邮票。无法帮你洗衣服，没空陪你吃早餐，但那天回家去，我们可以一起投票，一起守护民主，一起为自由而骄傲。1月11日，家在等你，国家也在等你。国民党青年部推出青年投票广告，以头一届投总统票的族群提出的政治观点，替国民党邮票。我也跟大家一样，我也非常喜欢台湾，我也非常不能接受1国2制这件事情。我认为，如果你要真正的保护台湾，不是一昧的去对呛，而是怎么样，就是想办法找到一个弹性，让台湾这个中华民国有生存的空间。还有一些政策，我也是会比较支持韩国瑜，就是他提过这个到国外交换嘛。走出去看看世界，的确会让自己变得非常不一样。家投票，一定要回家投票。我会回家投票。那我会回家投票。我会投票。会。7月1为自己而投。若亲民党是甲选举比作篮球比赛，望选民将政党票投予亲民党。他们无暇关心，无从关心，这一切都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与其批评诿过，不如承担责任，共同做些对的事情吧。1月11日是一场篮球选秀大会，选手在赛场上努力表现，争取的是人民的支持、认可和按赞。只有对的人、对的政见，才会赢得掌声。1月11日，为你支持的选手加油！政党票投3号亲民党，让薛明志上场赢得这一局。除了国民党拍拼争取少年族群选票以外，网青鸡排妹金明显嘛伫网络顶端调集青年1月11出来投票。不要小看这个力量，绵薄之力累积起来也会有巨大的影响力。1月11号，为了台湾回家投票。1月11号要投票。选战进入最后阶段，选举结果特别出来了。首投族的选票是赢这场选举的关键。记者综合报道。实在是莫看轻家己这票这个力量啦吼，咱要继续来看讲，其实这个投票率哦，自这2000年是上悬以外吼。
落年吼是逐个咧下降，咱看到即个2000年啊是1546万人来选吼，迄当阵投票率哦有差不多8%遮尔济。毋过咱看到2000年了后是一个落降啦吼，咱看2000年是差不多80.28%，啊2008年的时阵是76.33%啦吼，甲2016年哦，敢若是要6%左右啦吼。啊，这回咱讲哦，比顶回增加有差不多52万人遮尔济，但是实际投票人数的是安怎来成长，还是讲减少，都要看这回少年人安怎来做啊吼。所以投票率也是一个 question mark 啦吼。评论你安怎看讲，实际投票人数是会增加还是减少？为顶一摆的选举到即马，我嘛有感觉讲，我身边的少年人、少年朋友有搁较侪愿意去花一点仔时间去关心政治。是。啊，毋过我嘛是定定咧提醒我家己讲，是毋是阮也是伫一个共阮的所在咧看代志。是。这嘛是对话千年百咧做的代志。阮发现讲有足侪少年人，因无想要关心政治，也是去投票，是因为因感觉两党拢共款，拢共款歹。啊，因感觉讲政治还政治，佚佗还佚佗，电影还电影，音乐还音乐。分真开的对。所以阮咧做的代志，毋哪是办活动，互因会使练习讲要甲无共想法的人会使对话，嘛伫咧网络顶悬阮去做一寡内容，去互无政治冷感的人去开始发现讲，哦，即件代志敢若甲我的未来有关系。是。阮希望去甲政治也是议题的物件，真硬、真硬的物件，去甲伊变做足好耍的。足好耍以外，互因感觉到因需要去关心即件代志的重要性。是。所以有足侪人因为看到阮拍影片拍甲足好耍的，也是足看起来足趣味的，因看了后讲，伊感觉讲哦，原来即件代志甲我有关系，因才会开始伫咧因的生活内底去花一点点时间去关心政治，去关心说这件事情跟我有关系。是，就是甲这个政治又甲生活吼，会做结合啦吼。阮发现讲，其实对遮的政治冷感甲无感的人，你莫用政治去甲伊讲政治，你莫用议题去甲伊聊议题，你要用伊生活内底，伊在意旅行，伊在意电影，伊在意电玩，有足侪例子拢会使甲伊分享讲哦，伫别个国家可能毋是安尼啊，伊就会感觉到哦，这若影响到我的生活的时阵，我就需要去关心。那做例行来做例，你要去这个拍破这个港文战。像今天有一个新闻是讲台湾的护照的排名是世界30几名。是。这个时阵你就会使甲一寡小确幸的朋友，因就爱出国，因可能一年爱出国干2-3摆。你就会使甲伊讲，其实台湾的护照真好用。护照真好用。嘿啊，你有即马安尼真好的出国的体验，是因为阮的政府也是阮的国家有做足侪甲外交足好的代志，你才会使有安尼的权利。哦，就是用安尼甲伊讲，伊就袂感觉讲哦，你咧甲我讲政治，我无想要听，因都会排斥，他们就会关上迄沟通的门。就是甲这个游客外啦，亲像旅行嘛会使讲啦吼，亲像护照这个咧，就使甲伊这个甲政治上啦吼，是咱外交这个困境，但是这个护照会使摕出去，嘛会甲伊做实际这个结合啦吼。继续咱们来带大家看讲这个蔡英文，也是韩国瑜、宋楚瑜因的这个青年政策啦吼，咱嘛有经历到一场图表，咱来看到讲蔡英文伫咧这个学生要义这个所在哦，亲像是行这个学贷啊相关的，让到高档青年这个。寄金的时阵哦，嘛会使做一寡鼓励啦吼。另外咧就是政府哦，替你这个欠钱啦，3年有36万。大这个部分的这个租金补贴相关是5000块。这个若是要买厝的人，这个利率哦，会当是1.68啦吼。咱看到若要做工课，4年有投入95亿哦，来互你这个。做这个就业这个奖励，然后差不多3至4.5万。咱看创业的这个部分嘛，侧重这个青年科技创新创业基地的计划。
看到韩国瑜这个部分啊吼，头拄咱伫青年这个影片内底嘛讲吼，会当去出国交换，不过一人都邀伊讲，哎，其实出国交换这是真久啊吼，足事上已经咧做的代志，但是讲这个补助安怎来啊？讲双语这个教学啊，进前嘛是引发着侪讨论，就是讲这个母语爱登去厝学啦吼，所以这个伫读册即块啦吼，嘛是有真侪人有质疑。另外伫咧做工课这代志嘛，有这个300亿的青年环境的这个工程，然后伫创业这个部分嘛，有这个500亿青年给你的这个贷款。咱看到宋楚瑜家吼，也有这个法定成年是18岁啦吼，义务教育自4岁开始，学生参与着大学资源的分配管理啦吼，补助青年。这个税新厝、搬新厝这个补助，嘛有这个青年甲这个老岁人因的社会主体啦吼，伫这个创业甲就业这个部分哦，可能是较无明确这个提出来吼。咱继续要来请咱的理事长来看讲，其实这个3个人拢针对青年的政策，有的是画口号画出来嘛，还是讲真正会当实际落去做，还是青年朋友，还是讲少年人真正要义的所在，拢有讲到嘛？我想这个因所推出的这个青年的政策吼，应该拢是，譬如讲执政党因国民党甲民进党应该讲轮流执政，有相当的时间啊。所以因所提出的这个我看的这个青年政见，其实无啥物真特别的所在啦。我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讲，如果你来去判断讲因的所推出的这个政党的这个青年政策，是毋是真正是接地气？就是这少年人所喜爱。就来看讲伊的政策是毋是真正有去分无共款年龄层的这个族群，譬如讲，我举一个例，因所有的这个这个邮票的这个对象，真明显就是有投票权的青少年。18岁以下真少讲，敢若讲的是啥？就是生囝这个问题，催生。这几年落来拢是安尼啊，国外问题。中间的这个青少年，譬如讲，因若行到一个较无好的这个方向的时阵，咱的社会安全网，咱要投资伊的这个社会福利的政策，安怎互这少年人伫学校学习无拄好的时阵，有较好的这个教育改革，这个投资的经费是偌济？我提一个例个甲伊讲，即马阮政府所因为阮的这个监督，所以即马伊提出来报告来看，就讲针对18岁以下，咱的政府到目前为止，每一年占这个中央政府譬如讲咱一年差不多就2兆的这中央预算，咱的这18岁以下所有的这个青少年也是儿童的这政策加起来无超过5%。所以你看伊所提出来这个政见看起来讲拢袂歹，但是你若看讲你进一步的去看。伊对18岁以下投资是非常非常少，你来看讲伊所提出这个创业啊，这个学贷啊，这个问题，伊有这个就18岁以下嘛，就针对这拄出社会，这拢是因的这个阶段性所去面对这个难题，但是伊的投资有够无？就是选票唔对，所以我就回应讲，头拄仔咧讲少年人开始伫太阳花学院了后，感觉讲家己这票真重要，这是少年人的觉醒。毋是大人的觉醒，大人的觉醒是啥？有压力。譬如讲，阮伫推这个降低这个投票年龄的这个运动过程中间，已经10几年啊。这民进党从早去提这个案，结果已经执政啊。小英总统嘛讲伊的顶一届的政策就是要推动这个降低投票年龄，结果会讲歹势，有搁较重要的任务，修宪是大工程，所以后一年若选掉，再来做。这个问题就是反正讲，咱有对咱的后一代拢会甲伊当做是讲，你个少年，你会甲等，所以这个政治投资往往就是安尼，伊藏在窗后壁。所以即马真正会浮上台面，咱感觉真重要，就是讲父母，要少年人要去饲囝，这真艰苦，所以问题面临了，所以紧来处理。但是并无参像咱看讲，咱国家开偌侪钱去照顾老大人。长照政策每一年拢在增加预算，譬如讲去年佫通过啥，咱讲来重视讲青年人找无到头路，爱有这青年的就业政策。结果咱去年咱的政府立法院就通过一个法案，叫做中高龄就业促进法。这个年纪较大的这个银发族，当然即摆因为年纪较大，伊嘛身躯好，伊嘛是爱去做工作。政府就
为因来做这款的专法，但是阮讲的青少年人爱有家己的青年就业法案，讲啊20几年啊，研议再研议，到即马也是无通过。是。所以这就是看讲政策永远有这优先顺序，但是这优先顺序要考量的就是啥有选票的。选票来讲。所以我要讲的是讲，即马才为了选举才来讲，咱来重视青年的政策。我感觉迄拢是咧讲互大家好听尔。真重要，民主政治真重要，就讲投票是第一步尔。上重要是啥？你选伊去了后，你也监督伊。监督伊是。提醒伊。你顶解讲的，你即马有兑现无？你若无兑现，我就会甲你批评。是。就提醒你，你爱后一日你爱去做会到。啊，这真好看的证件，咱的少年人慢慢唔当讲哦，我终于轮到我的世代。其实你爱去争取是啥？爱我有机会参与着国家政治的分配，就是讲早晚有一天，咱应该甲全世界同款，上无18岁就当投票，选着家己。意爱这个政治代理人，包括18岁就会当参选，这是真重要，所以要有足够的压力，互咱的这政党，不管未来是倒一党要来执政，这是上重要。那不是讲啊，你看到这样水的这个政策端出来，你就感觉讲啊，因选掉了，伊就会真正买单。所以这是还是要在说你有选到人入去无？所以这个选到的人吼，是不是会当来代替你来发言？有影咯，所以这个18岁这个关键吼，这个政治分配，就是搁较侪少年人来去争取的。无你投资的时阵，你等咧选举的时阵，你来讲一寡较好听的话，买你的票，结果咧4年了，你嘛是共款在原地踏步。有影啦，咱看先这个全国吼、全球啦吼，这个公民权落甲这个18岁，咱有做一寡整理，咱看到日本哦是2016年的时阵已经来降低，香港咱等下来问永同一下吼，1995年的时阵就降到18岁啦，美国是1971年，英国是这个1970年，这个加拿大是1970年代，嘛是共款，德国嘛是这个部分，16岁国家咧有这个 Austria， 这个奥地利啦吼，巴西、古巴、尼加拉瓜拢是落到这个16岁至18岁这个部分吼，所以咱看到这个18岁会当投票，但是咱要搁请教永同吼，安怎来看台湾这回选举啦吼？头拄仔伊咧私底下有甲我讲吼，咱台湾的选举吼是真自由无毋对，但是欠啥？欠政见吼。对比因过去所这个立法会这个选举嘛，当选了尔。因讲这个毋是这个亲中，还是这个亲中建制派，还是讲这个较支持香港本土的这个，其实因的这个政见拢是当具体来提出来。永同，你说刚才这个香港在比较台湾的选举的时候，台湾都是充满口号，但是缺少政见。相较于香港的亲中派、建制派，或者是另外一派比较亲本土的这个派，他们其实具体的政见都会远比台湾来得多，但是台湾是自由度相当高。对，就是台湾虽然是自由度很高，可是选举人的口号自由度也是非常的高。比如说会有一些我会认真做事，我会努力，我会为了这个地方。可是其实他整个选举当中，我都不知道他到底要努力做什么，对他到底要干嘛。可是相比其实香港的亲中派，虽然我们不喜欢他，可是他还是有具体的政见。比如说，我今天要修哪里的路，我要哪里盖一个天桥，我要哪里可以去盖多一个花槽。虽然说他未必是一个好的政见，可是至少我们知道为什么要投他，或者是他可以有什么具体的政策。而这一次的区议会选举才刚过去没多久，香港的投票率有差不多70%，可是在这一个社会气氛，在这么严峻的社会气氛，其实香港的投票率也才70%而已。而香港虽然说我们民主派是赢了差不多80%的议席，可是实际上投票率6比4。对，我们实际上民主派的得票率就57%，那其实我们并没有说赢到非常多，并不是赢得很稳。更何况台湾，我觉得不确定的因素更加的多。这边的无论是媒体还是经济各方面，都可以有很多中国因素的侵入，而且没有这么强烈的社会事件，所以这个会让我很担心，到底会不会真的因为这样子，所以亲中的党派会成功的当选？不确定的因素还是很多。对，而且比如说像是台湾的一些很多媒体，他们也是有这个亲中的倾向，然后非常的让我担心。比如说根据 NCC 在2019年5月的报道，其实那一个月，
中天电视台报道韩国瑜的新闻，接近是67%，一个人67%。然后在这个氛围之下，台湾人要看到一些具体的政见，或者是要用一个比较理性去选择自己的候选人，我觉得真的是比较困难。所以英彤头头讲到，这个面对着选举啦吼，政见部分台湾这地啊，抑个是较少的这部分吼。虽然咱较自由啦吼，但是咧，这个政见的部分，咱千万唔通看到这个全世界都在看选举，到尾啊拢是一场空啦。咱看到这个 New York Times 甲这个 Time 安怎看咱这回总统大选，咱先看到 Time 这个部分啊，伊讲 Here's what at stake in Taiw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 啊，伊讲吼，这是去互这个恶毒的这个演员，还是讲假信息，还是性别歧视甲基情这个演说主导的这个选举啦吼。哦，伊用的这个事是有淡薄仔重啦吼。啊 ，New York Times 讲啥 ？Awash in disinformation before vote, Taiwan points finger at China。这回咧，北京哦，因知影因看若是用较强、较硬这个手段，会引起着台湾选民的反感。但是咧，因用啥？因用着这个数位时代哦 ，digital age trickery， 较这个较 tricky 的这个手法哦，也是讲较诱导这个手法来来引发着咱台湾内部这个对立的这个缘由啦吼。所以咱头头嘛讲着，香港人安怎看咱的这个选举 ？New York Times 美国这个媒体安怎看咱的选举啦吼。所以少年人这回安怎看这个选举，真正是亲像伊讲的这个叫A campaign dominated by fake news， 然后是假消息啦吼，恶毒的这个演员啦吼，也是讲充满着这个性别歧视。少年人安怎看？是，针对好伫去年4月的时阵，咱有发起一个组织叫做青年抵制假新闻阵线。对。迄当阵就是3月的时阵，伫台啊甲政大发生一件代志，叫做转台运动，就是有老人入来校园伫遐转恁的这个电视节目，转去特定节目，我就唔讲啊，咱遮卖讲啊安尼所以引起就是讲规个全台湾就是大学生啊，也是讲青年这辈对新闻媒体的这不满啦。事实上就是自2018选举以来，其实咧选战的过程当中，咱就看到足侪假消息、假新闻，包括什么迄当阵文旦的事件，一寡假新闻一直加咱可能亲戚的这赖群内底传来传去，对，传来传去。所以伫去年4月迄当阵，这对于假新闻、假消息的这不满，规个爆发开来安尼，就迄当阵开始，大家愈来愈明白，就是到底中国共产党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来操控一寡资金啊，也是讲一寡代理人。伫台湾咧散播一寡假消息，包括公庙系统啦，也是讲咱有查到一寡中天、中视、中时，可能这17档内摕170亿的等等，这寡数据，其实就是我是感觉 Times 甲纽约时报讲了无唔对，这是一个就是因这个观察是有伊所不能这个所在啦吼。咱继续来请教品文啦吼，就是讲这回少年人这个选举的意愿增加，但是这个可能也有这个无确定的因素，你感觉是啥物？当然。客观的因素就是因爱开钱、开时间登去出投票。毋过阮感觉搁较侪原因是心内底的因素，就是讲因感觉无啥物好选的，也是这甲我无关系，无关系。这人搁真侪吗？你感觉？我感觉袂少，毋过有比去年迄个选举较少。是。阮感觉讲。其实真侪人因会来阮的活动，是因为因感觉要甲厝内底人对话足困难的，因感觉足挫折的，嘛唔知要安怎做。毋过阮有足侪不错的例子，就是讲原底因想要聊的是政治、是议题、是选举，毋过阮发现讲迄个对话的关键，其实是人甲人之间的连结，迄个关系的存在，所以讲，阮伫咧活动有甲来参加的人讲，其实你转去厝里，你
花多一点时间去陪伴你的家人，嘿，去讲话，去开讲，无一定每个拢爱聊政治、聊经的话题。当你们的距离拉近了，又较我咧，嘿，又较我的，恁就会使对话搁较侪物件，毋是每届要聊政治、聊选举都是冤家。有影啦。所以讲，阮对话青年派要做的都是，吼，搁较侪伫咧网络顶悬讨论政治、讨论选举的人，返去厝内底，甲你的家人、甲朋友去面对面的聊天。会使互大家搁较知影讲，阮毋是对立都袂使讲话，袂使好话讨论代志。是，所以这个对话真正真重要吼，无共立场的人嘛会使对话，也是共这个共文章的嘛会使对话，真正是爱互这个选举吼，这个语言嘛较尔对立啦吼。咱继续要来讲到，就是讲这回来登来台湾的参与到这个选举的人嘛是真侪啦吼，这个侨胞嘛是真侪，就是讲你的一票真正是决定你的未来啦吼。所以咱要邀请乡亲好朋友伫咧这个1月11号哦来收看到咱公司台语台哦所有的这个节目啦吼，就是咱4点开始有咱的这个开始开票啦吼，到暗时10点，拢要邀请到乡亲好朋友来关注到这回选举啦吼，真正是你的一票决定你的未来。今日非常感谢所有来宾，感谢。